澳大利亞電商市場淨盈利咧就係顯著嘅增長，其實佢嘅增長亦都係非常之可觀嘅喎。預計其收入咧就將會從2024年上半年嘅320億嘅美元咧，亦都會飆升到2028年嘅729億美元喎。由澳大利亞輕工業嘅基礎相對比較薄弱，消費品其實基本上咧全部都係依賴進口，大部分亦都係中國產品進口喎。呢個情況就成為咗國際買家提供咗好大嘅市場空間啦。澳洲消費者追求嘅品質同埋生活嘅水準其實係一路提升緊，亦都嘅要求亦都係好高嘅。咁呢一種嘅消費趨勢咧，亦都會吸引咗好多買家嘅目光，佢哋紛紛將佢嘅產品然之後進駐澳大利亞嘅市場。值得一提嘅咧，就係澳大利亞嘅電商消費者咧，其實咧大部分都係年輕人為主，佢哋佔咗個市場咧就大約係1/3，其中咧 Y 世代咧喺線上消費咧嘅表現其實都係好猛烈嘅，佢哋消費非常之強烈，亦都好有購買力，佢哋嘅消費高達咗221億美元喎。而 X 世代嘅消費者咧，雖然佢嘅數量唔多，但係咧佢哋平均嘅消費單價咧超過咗110蚊美元嘅，其實佢哋根本個消費能力好高。如果你細心去分析一下行內嘅趨勢嘅話咧，你就會發覺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商機。